好啦，各位觀眾、各位網友，今次環節就係肥榮明屌你啊！嗱，話説嚟講咧，我睇一幅 gap 圖咧，就好撚戇鳩嘅，又係嗰啲咩指為係心靈雞湯嗰啲咁嘅撚屌圖咧，話乜嘢？哎呀，窮人同有錢人咩分別咧？就係窮人咧有時間就煲劇啊，有錢人咧有時間閱讀啊，仆街窮人咧遇到問題就抱怨啊，然之後咧嗰有錢人咧就係遇到問題咧就係會解決問題，呢個係廢話嚟㗎啦，唔解決唔通做乜撚嘢啊？嗱，再唔係嘅，有啲更加戇鳩嘅就係乜嘢啊？窮人認為咧有錢係靠運氣啊，有錢人咧有錢係覺得有錢咧係靠習慣，咁我真係問你個撚屌圖主啦，你真係你企喺度啊，你跪喺度答我啊！嗰啲咩官二代、紅二代、富二代嗰啲，唔係靠運氣，靠乜撚嘢啊？我屌老母！仆街！我努力閱讀啊！如果嗱，真係我以前啊，初中時期啊，我基本成個學年啊，係病埋喺圖書館度噶。如果我每日努力閱讀啊，努力學習，仆你街，我就可以有錢嘅。我呢家我使咁撚霉，我使呢家住公屋，然之後仆你街，然之後攞老仲得個6叉嘢。努力學習可以同我換個有錢嘅老豆翻嚟咩？我屌老母！你以為依家冒險樂園啊？嚇！我去玩啊！我去掟籃球啊！然之後啲票彈出嚟啊！我就可以換毛公仔咁樣樣啊！真係冇咁戇鳩啦！屌老味！首先你解釋俾我聽，嗰啲官二代、富二代、紅二代，如果佢呢一世係咪因為努力而可以令自己有錢嘅咧？同你講啊，有啲常識嘅都知，有啲常識都知道啦。嗰啲有錢人嚟，嗰富二代、官二代、紅二代，點解有錢啊？就因為佢有一個有權有勢或者有錢嘅老豆啊嘛，柒頭皮。我真係唔該整啲咁啊撚啲圖嗰啲咁啊立鳩霎嘅個老裝屎啊撚樣啊，企出嚟答我啊！我努力讀書，我可唔可以令我有錢啊？當然有可能嘅，但係個時代唔同咗啦嘛。呢個時代係你投資好過投胎好過投資，而投資好過你讀書啊嘛。其實講真啦，呢啲咁嘅撚屌心靈雞湯咧，真係坤鳩你班戇鳩仔嘅咋。你所謂增值完自己，結果點啊？結果咪多啲工作量咯。你嗰啲增值真係賺多啲錢啊？多啲工作量咋？人工一鳩樣嘅傻閪。即係學嗰個鬼佬話齋，學大家超鬼佬話齋，做撚咩做？讀乜撚嘢書啊？仆街，真係戇撚鳩嘅真係。